这么多野狗啊！你看咱这个镇子变化大吗？人也少了，好多地方都没有。这镇子上人一牵走啊，狗都留这儿了。二郎以前呀是我们这儿的名人，闹过民安，住过监狱。镇上要组建巡防队，我可给你报上去了。我们历时漫长的时间发了通知，今日镇上上课了一会。不管任何狗，只要带上狂犬病，必死无疑。再观察这条细狗一周，到时候它还活着，那就没有狂犬病，你也就安全了。这狗我要。你算臭东西！老板10年负担还不能规矩啊我10年了，你得给我说明白了。这可是真监照，包伦敦。我这次的命就值这些。你敢不敢骑我？